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6月29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张怡珍。新闻头起先来看第36届金曲奖总举办，台语歌手李德心摕到年度专辑最佳台语查某歌手，佮有最佳台语专辑，正做是两种摕3项。那歌手陈以恒嘛用《罐头塔》这个专辑摕到台语歌王。是不是有可能让不会台语的朋友，甚至是外国朋友听到台语歌，他也会就碰就碰就碰，还是搬搬咧搬搬咧无啥代。甲台语讲倒来，是我逐工拢在做的代志。是一个生活实践，用伊来写歌，应该是拄好尔尔。感谢台湾陪我做这个梦。陈以恒讲，伊有一届要和阿嬷学做菜，煞唔知影要安怎甲阿嬷讲话，所以学台语是真重要的代志。未来陈以恒嘛会继续用台语来创作。那李德心用专辑《水》这个专辑咧，今年拢总入围6项。昨呢，伊嘛以这块专辑摕到台语歌曲最佳台语专辑，佮有年度专辑，是赢甲上水开。那华语的部分，歌手歌王是搬字的歌手李淑贤，歌曲是第2届得奖的外国魏如萱。那这金曲奖总办伫咧台北小巨蛋，今年是真特别，无主持人，改换6位应援人轮流介绍起话头。好听声音带观众时光倒流，萧煌奇新前环球场有先顶人认真作品，向今年得到金曲奖最佳贡献奖的80岁资深音乐人洪孝良致敬。日本天桥米西亚关出唱出 T.P. 美声，担任表演嘉宾经验专场。这一届金曲奖站伫台北小巨蛋登场，最佳女歌手由魏如萱指导奉献。我终于从蔡健雅的旁边走上来了。华语歌曲歌后拢是死亡之组，当时歌手吕淑贤用好声好气摕最佳华语专辑奖，佮拍败真济强调出道17年红王。我妈以前小时候会酸我说：“你以后长大要当周杰伦哦。”妈，这是我最接近周杰伦的样子。最佳台语男歌手奖陈以恒摕到，这一届金曲奖上大乌马李德心获回最佳台语女歌手甲最佳台语专辑，甲年度专辑正做今年赢上侪人，引起16吨风调的 Energy 用拜5暗时获回年度歌曲奖。人生就是要蹲得越低。当你反弹的时候，那个反弹力才会很强。20年挖一剑，动力火车第10摆入围，最后摕最佳演唱组合。一年一摆金曲奖结束，扩大奖项拢付得奖人、音乐人用实力写华语乐坛的新篇章。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报纸写啥物？做伙来看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根据国际上新的研究，讲囡仔佮腹肚内要袂出事的，那久长踮伫咧空气污染的环境，食老失智风险会较悬。专家就提醒，这厝内有新的有囡仔的家庭，尽量都莫伫咧车坐时阵出门，上好是坐大众运输。再来看联合报，台湾推动卫生纸等买桶的政策买10年啊，不过调查这最近3年，台湾人上便所甲卫生纸等伫咧粪扫桶的比率颠倒增加。尤其是公家机关、学校等等，有真侪所在要佮咧禁止甲卫生纸等买桶。落尾来看自由时报，中央山脉上水的山岭灵哥安东郡这条路线有人乌白等粪扫，伫咧野地也是关山乌，这加速干呐和粪扫是等甲规世界，都连救人命的这加压仓嘛互白等喷。环境部是呼吁主管机关要定期巡检，依法处分。咱台湾伫咧2030年要达成全面禁止使用塑胶落盖目标。新竹区目前有8个传统企业配合政策，禁用这塑胶落盖，抑搁连续3档拢有推动优惠，都是希望鼓励民众培养环保的习惯。要毋讲市场的大商是认为讲，亲像这肉、鱼翅啊，这民众拢已经惯使用塑胶落盖底啊，若要改实在有较恶。大家这一
兴隆，谢谢。一大群人来到传统市场，要来甲大家宣导减少使用塑胶袋啊。新北市目前总共有8个市场，500几个摊商参加。今年更增加优惠，希望大家对生活中落实环保。今年有516摊来响应我们的活动，那我们的减塑享好康，我们只要在这8个市场购买200块就可以获得1个积点，那凑满10点，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张超商100块的一个超商卡的一个购物的一个点数。虽然政策是真好意，不过实际行一大传统市场，民众甲大家拢讲。部分的物件，亲像肉类也是海产，因为惊无鲜，也是拢爱使用塑胶袋啊底，所以真正要落实有难度。可能无用塑胶袋是要安怎安怎地？青菜类那种干燥类的话，就可以，应该就尽量避免掉了。然后只是说生鲜类真的是没有办法。像这种很普通的，他们就很便宜，就随便买，所以这样子就有需要的人就花钱买。没有需要的人就环保袋，这样。根据新北市环保局统计，政策推出了后，去年减少5万个塑胶袋的用量，今年目标是6万个，希望全民共同来努力减用塑胶袋啊，做伙爱地球。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政治消息，立法院若被两党联手三读通过法院组织法修正案，推动法定直播。不过，这民进党团批评在野党是政治交换。若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是强调，这台湾有70%的民意拢支持。也不过，其实有真侪学者甲专家拢有疑虑，表示反对。这司法院嘛对这个修法的结果表示遗憾。表决结果出席108位，赞成59位。反对49位，弃权0位，赞成的者多数。由民众党团主导提案，立法院若被联合27三读通过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推杀法定直播，明定法律审查原则公开，例外不公开；事实审查原则不公开，例外公开，也引起关心。这个为了大罢免什么恶搞法案，但这样子的法案人民会接受吗？整个法界大爆炸，法官、检察官、律师，所有我们看到的法界团体通通这个真的是为了这个法案没有配套措施。立院批评在野是政治交易，国民党团透过支持民众党团的提案，换民众党支持反恶霸。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2倍应讲，台湾有70%民意支持法定直播。对民进党过去跳票，在野修法，让日头会当照入去法庭。连民进党自己的支持者都高达60%以上。我想林楚英委员他与其用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想要挑拨、搬弄、抹黑不如好好的正视民进党自己过去跳票的历史。到最后，其实。要不要公开也是由法官可以做最后的裁定决定哦。那我相信这个对于未来司法的透明度，我相信这是人民所需要的。法界对于法定直播表达反对的声音，中华民国法官协会表示，对于粗鲁的立法过程甲品质感觉有限。台湾法学会嘛指出，即卖的制度会当达成公开透明。司改会是希望司法院赶紧提出相关的做法。目前也只能说透过司法实务第一线法官去裁量把关，我们看监督后续有没有相关的执法。那本院仍然会坚守职责，维护人民的诉讼权，让人民依旧乐于使用法院。针对法定直播要公布了后3个月正式上路，司法院对在野修法表达遗憾，会坚守职责，提出配套的措施。公视新闻采访报道。7月2日就要罢免投票台北市有5位国民党的立委面临罢免的危机。市长周万安和赵少康到市役拜票，真侪哪样头人拢出面徛台。赵少康是呼吁中国各台办针对大罢免，莫加讲话，国民党会家己处理。若上新的消息，台中市罢免哪位杨庆英，各有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的罢免团体，拢宣布达到联署的标准，打算今仔日就会上行。不出来投就是纵容民进党，就是支持罢免，不想当杂质，不想当其余人口，
就让我们成为台湾民主主流的捍卫者。向支持者发声，离转台24个南委罢免投票日较无一个月，28国民党头人替党内立委赖书宝徛台，除了主席朱立伦、前总统马英九、立法院长韩国瑜等人拢轮流上阵。大罢免若成功啊，台湾民主啊一场空。蓝的如果大家不团结，掉了几席，将来就一党独大了。面临罢免投票，台北市5个南委强化陆战，除了台北市长蒋万安透早回访本命区中山北上山区，为王凤仪连扫2个市场。李安受共款找见到人发起人赵少康，呼吁7月2日爱出来投票。现在民进党发动大罢免，这完全没有道理，民主国家也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反罢免就要站出来。我也真的在这个劝告国台办了哈，对台湾现在搞大罢免哈，你少讲话了，国民党自己会处理。不需要你北京，不需要你国台办来插嘴。今日立赢徛空，赵少康苦劝卖对大罢免加讲话，无列入头一届投票日的根据中选会进程公告，有7案进入补件甲查对停诉，包括新德县2选区国民党立委林书明罢免案，爱补件1938分，领衔人2被送到3396份联署书，强调达成率175%。恶意扭曲我们联署书，甚至要扬言要控告罢团的这个林思明，完全不能够退散我们守护新竹县的决心。林书明本人是讲，补件停诉爱老实合法，质疑联署书的真实性，也呼吁新德县选举委员会坚守中立，袂使老错成案。记者综合报道。咱副总统萧美琴去年访问捷克，去互中国武官对调险啊出车祸。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名就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的政治暴力。那萧美琴也头一届透过社群平台回应，讲面对中国非法的行为，伊袂惊吓，会继续在国际为台湾发声。副总统廖先讲说，中国冲撞失败很逊，会觉得他失言吗？听到记者提问，副总统萧美琴笑笑无做回应。不过最近捷克军事情报局证实，伊去年3月以副总统当选人身份到捷克访问时，和中国驻布拉格大使馆的外交人员来监视列车，甚至规划冲浪计划，差点造成车祸。不过中国方面是完全否认。中国外交人员向来遵守驻在国法律法规，中方敦促有关方面不要被台独分裂势力挑拨利用。不要无事生非、恶意炒作。不过，这事件引发国际注意，串联多国议会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名 IPEC 就发出中文、英文双语的声明，表示对中方超过底线行为感觉真惊，差点构成国家恐怖主义，呼吁各国谴责中国的政治暴力。萧美琴28日经由社群平台感谢 IPEC 支持，并且头一摆回应指出，中共的非法行为袂互伊感觉惊吓，会继续为台湾伫国际社会来发声。中国此等漠视国际外交规范及对人身安全的粗暴行为，以及对台湾处心积虑、变本加厉的恶劣打压，充分显露其行径极为卑劣与无所不用其极，更是受国际社会所不容。陆委会也发布新闻稿，严正抗议，要求中方说明并且公开核实的。无想确实搁再收到电子恐吓的邮件，讲伫陆委会所在办公大楼放炸弹，若无贴下萧副总统和中共军总的新闻内容，就引发爆炸。陆委会第一时间来报案，并且特展来安全检查了后，无发现相关可疑的物品，专案后续是交由警方来侦办处理。这种站在中共立场讲话的恐吓事件经常发生，那我们就是按照标准安全程序来处理，不让这种人造成惊慌。近年来，咱国政府元首出访过程中，常常有真侪中国侨民集合抗议甲资料，南方掌握大部分是中国使馆来动员。涉外人士是讲，塑料甚至恐吓各国政要，已经是中国政府常常看手法，希望调查来提案谴责中国。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新闻，美国将万 Q 对顶关税90天，期限到7月初9。美国财政部长表示，已经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协议打算会伫咧9月初真正完成。川普表示，目前已经甲4个国家达成协议啊，再来1礼拜会加配通知因这税要扣偌济。美国总统川普对全球超过180个国家提出对顶关税做法，就算有90天的暂停实施的期限。不过，目前呢，真紧就要到有定期限7月初9。川普讲已经甲中国、英国达成协议，英国无多甲每一个国家拢讲好，所以讲伫未来1礼拜左右会加配甲其他国家讲，伫美国做生意爱付偌侪钱。我们应该是
有信心，不至于谈出一个对美国对日本或者韩国更差的这个关税了。经济部长葛智辉进行信心化会，也若看正4月时阵，川普所公布的对顶关税税率，分别对中国欧盟扣34%加20%关税，对日本甲韩国是24%加26%，也若台湾的税率是伫32%。学者认为讲，川普正积极扩大伊的贸易政策的工具，恐惊唔通伤乐观。日本跟美国是有贸易协定，韩国跟美国是有自由贸易协定，基础本来就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要仔细的就是这个232条款调查这个半导体的领域，这个一旦如果公布的话，这个税率如果很高的话，那对台湾的杀伤力一定更胜于日韩。美国4月初宣布对顶关税新政策了后，台美4月11进行视讯会议，5月7日伫华府举行头一轮实体参详。行政院经贸办李白讲，继续甲美方来参详甲沟通，双方伫互会互理原则下慢慢来结合共识。不过现阶段有关无方便向外界做说明。现在看起来，美国要求对红色供应链开始采取这个惩罚或者是压制，中国把它的产品因为关税的因素而外溢到台湾来，这外溢有2个，第一个可能来台湾洗产地，第2个呢可能走私进到我们台湾的市场，我们必须要防止。对着暂时停止关税期限，到底是延长还是缩短？川普无讲话讲死，也毋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是讲，加18个重要的贸易伙伴的谈判，有希望伫9月初进行完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昨有一只拖帮车，车顶载磷酸这款化学液体，不过无绑好势，抓规桶落到内车车道，害一个骑奥多摆查某人经过去互喷到，规身躯会肿个会痛，而且有一部分的磷酸是已经流入去沟仔内底啊。环保局讲会甲业者罚6000块。化学液体连体架位拖帮车顶落来，过路骑机车的人闪袂赴煞去喷到，规身躯随红肿痛送医。机车甲安全帽嘛去喷到，外壳生一个塑料擦。足臭的啦，也可能是咱的硫酸的物件啊。化学的。对，化学物品啊。变去的化学液体有真臭片的臭味，民众怀疑是硫酸锭强酸。代志是28中昼，屏东市建国路甲建和街交叉路口发生的。警消到位了后，随由封锁线警戒，环保局嘛派人到现场，初步检测液体 pH 达2.1。以现在的 pH 值来看，应该是强酸。没绑好就倒下来。那个是什么液体啊？真磷酸。做化学肥料。了解证实液体是浓度85%，做化学肥料用的正磷酸。伫刷抢运送的过程，可能无固定好并类，因为部分磷酸已经流入水沟啊。环保局刷落检测排水沟的水质。以小苏打粉在路面上先行做中和，然后后续我们会以木屑来做吸附。另外，针对水沟的残粒的部分，我们已经请厂商紧急的调派水肥车来抽取后再运送到合法的处理机关来做处理。现场也扫大粉调和正磷酸，为了谨慎，县政府通报环境部环境事故技术小组来监测，后续也依照废清法对业者处6000块罚款。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有看海岸的观光船业者发现，最近伫咧网络顶悬有人铺文讲坐船一届干那200块。若是分享这篇文章呢，佫会通看免钱的。毋过这其实是诈骗，因为有民众自文嘛汇钱啊，人到位才发现根本就无报名到，无法度出海，钱嘛无法度摕倒转来。晓热是上海岸的大月，最近花莲上海岸业者接到民众的电话，讲家己伫网络汇600块报名费参加体验活动，敢有收到？才发现家己根本无伫出海名单顶。很像有看过，没有很记得很清楚。哦，那就是你们买票都怎么买？像这种像我们是导游帮我们一起买的。哦。根据受害旅客提供的资料，果然有人伫网络顶刊登上海岸出海，干那600块，分享文章了后，还佫会当专业退费。不过，已经汇的款项根本找无人通退费。不只是我们哦，甚至有些其他的赏金公司，像宜兰、龟山岛或在哪里，好像陆陆续续同业也传出相同的这些困扰，让很多的消费者不知道的状况之下，然后就会误信了诈骗集团的方式。因为这是花莲上海岸业者25年来头一届拄到这种的诈骗，警方嘛随介入调查。警方呼吁，对于来路不明连结切勿点击，亦勿轻信社群平台推播之广告内容。遇有要求填写个人资料或提供账户资讯等情形，
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查证。警方提醒，即马真侪诈骗拢是利用正俗的介绍来拐消费者，建议民众会当利用电话询问这间公司是毋是真正有这个优惠，确认了后再来汇钱，才袂防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山区的田最近这几年用无人机来除农药，和种植的范围变宽。不过最近军方为着要掩混，甲基山、美浓、大文、甲三拿这区划做军事安区，日落开始禁用无人机，影响着农民甲农产。无人机伫园仔顶悬喷农药，高雄基山、美浓、内门甲三拿等山区，因为农田范围较宽，真侪农民爱靠无人机业者协助喷农药。但海军反场航空指挥部进前线因为掩混，将这寡所在划做无人机禁航空域，日落开始禁止飞行。一早就直接变红区，让我们大家都措手不及。当天的所有的农业喷洒行动跟飞行任务全部被取消，然后我们也没办法跟已经排好的农民做任何的交代。山区农田因为无人机出现慢慢扩大，即马要改转去人工喷农药嘛真歹作业，互农民甲无人机业者烦恼，影响作物甲生计。在雨后菌啊病虫害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如果无人机再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再去喷洒这个农药的话，那我们这水田就像刚刚老板讲的，很快的它就烂掉了。地图红红一大片，唔拿农业，实践大学高雄内门校区，2020年就摕到空域合法使用权，由民航局核准做无人机训练场甲考场，即马嘛划做禁飞区。前几天有紧急去跟民航局做空域上面的申请的，对，所以我们目前是有在申请合法的状况之下去做训练。军方无协商到划禁飞区，引起地方不满。农业局表示，已经向军方等单位反映，喷农药目前有关会使申请，经过民航局向军方确认，袂影响训练，就会使作业。军方嘛邀请相关单位协商，调整禁飞范围，来兼顾飞行安全甲相关产业的权益。公司新闻陈环宇、陈显坤高雄报道。来看日本时代成立的新竹高商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不过这学校打算要起新大楼，甲日本宿舍拆掉，都有一定本资人士站出来，希望会当抢救这旧宿舍。国立新竹高商的校园内，保存1940年代兴建的有80多年历史的日本式宿舍，演过提供予学校老师住。但市平医师捌住伫老宿舍，伊回想较早一寡代志。2户啊，一户在左边，一户在右边啊。哦，但是中间隔着那个木板啊，所以隔壁恭维拢听得到啊。但是觉得就处理啊，这日本房子冬暖夏凉。哦，这就设计的真好，台风拢好势，就厉害的。为着长期发展，新竹高商的学生持续增加，班级数嘛一直加，所以唔知要起新教学大楼。因为其实我们是配合国家教育的政策来进行增班，也是大新竹地区家长一个需求，所以普通教室的空间是不足的，尤其是我们是职业类科学校，我们还需要的是专业类科的教室、实习场域的教室，所以才会向国教署申请新建大楼案。对学校计划拆除老宿舍来起新大楼，林志成建筑师提出，甲用地规划方案无共，佫会当保存日本式宿舍的计划。我有帮他做过4个方案，有4块地它可以盖了。你如果找一块地，然后不要影响到历史建筑，盖起来，未来老建筑还有再利用。好，老建筑留下来以后，它可以变成学生社团的使用空间。树荫野条的老宿舍点点踩伫遐，应该是培育人才老师的住所。因为时代变化较无下用，未来会走向倒一种命运，是真侪人关心的话题。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25度到39度，南部地区25度到39度，东部地区26度到34度，
外岛地区27度到32度。搁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燕晶，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